说着又将眼睛让那个过了村落没个爬栏站，感觉都跟没本家演唱。耶，懂我吗？可不得怎生了命。耶，他妈也遇到三个球迷的，到小吃给着西凉了，当他们看你几几的，哎呦什么绿皮不了。要叫陈顺谁讲道理？要叫陈顺谁讲道理？他东江着两把东北家将女郎，哎呀看呀这样雷发东把人买当吧，看那个这个切了能了加了这样么大啦？耶，东我们干部的怎生了命？耶。球迷的，当下是跟着西凉了，当他们看你几几的，哎呦什么绿皮不啦，要叫陈什谁讲道理？要叫陈什谁讲道理？年轻的人都有大过错，就我米将节奏都来看，但你叫人没自己存在。想将东京没在宁邦在，耶，但对住你妈见着谁的呢？耶，但过个老的就演的笑，耶，但对住你妈见着谁的呢？耶，但过个老的就演的笑，到小是跟着谁凉了，当他们看你几几的。还有什么绿皮不良？要叫陈什谁讲道理？要叫陈什谁讲道理？过毛米将强行通了干，这就又将眼睛让了干，过了村落没被爬栏站，感觉都跟没本家演唱。耶，懂我吗？看不得怎生了没？耶，他妈也遇到谁的球迷的？耶，懂我吗？看不得怎生了命？耶，他妈也遇到谁的球迷的？这样没法，这样没法，这样没法。